我係改風，我係一個小說家，讀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訂隻老朋友，點二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安上風法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風，今日嚟到安尼藝術咖啡館嘅係我嘅好朋友。我係台灣一下當初嘅一位小說家簡耀明。今日呢，我兩手想要談嘅其實係一隻做動態，咩做動寫嘅題目，係同台灣嘅文學小說嘅創作嘅一新困境有關。今日做談到呢，其實我即刻咩唔清楚。不過咧1點鐘嘅時間，我知道有當道花做咗老大家分享。然後先請你嘅好朋友耀明來老大家講下。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特別請來啊，其實係有隻動態嘅因為我哋今年大家鄉下寫小說，我所以下幾隻大環境改變當中，像禮拜出嘅《棒茶女孩》，我所得到當到好嘅成績，有拿到金鼎獎，沒有拿到台灣長篇小說嘅金點獎。沒錯。其實你寫書挺好看的部分，其實全部都係老年有關的事情。你3年做得碩士一到3年，其實沒當難講哦。我行到路行，讀一隻魔術師嘅人，做得開咗嚟講話，滿地做乜嘅有寫，有卡帶奶，有乜嘅故事都要配合安尼唔啲嘅。其實全部做記者安樣嘅工作嘅時間，打下嘅訓練基礎啊。所以其實像安樣嘅訓練啊，對於禮拜呢《棒茶女孩》呢本長篇小說嚟講，我第一去當到8年當到拜，目標就係去林田山，去林田山去做當到老伐木有關嘅其實田野調查，做得老大家講一下寫呢隻長篇小說嘅過程，到林田山呢部分嘅時間，有讀到乜嘅當神奇嘅故事嘛？那個林田山吼，日本發展到莫里薩卡，莫里薩卡就所謂當道嘅地方，有一條路吼，就按你行上去，10分鐘嘅地方。我記得吼，我也去地方去採訪嘅時節，我讀到有幾隻本切家較有感覺、較感動嘅事情。有一天見住在莫里薩卡附近吼，有隻很多豐田移民村，吼，就日本人就來台灣嘅時節就喺度啲片。我採訪一隻故事吼，我感覺十分的好啦。就係有一個日本人，佢就轉去喺台灣出世，佢就轉去日本咧。差唔多40歲時節，佢就自己又轉來花蓮，佢去太魯閣了時節吼，一個看起來就較悲傷。看起來人較悲傷，但導遊就問佢講：唔好搞喺一花蓮安靜咩吼？佢就講佢自家喺到移民村出世嘅啦，佢想佢自家想要轉播下，看一下，唔點樣嚟轉去，尋唔到路。但導遊吼十分的熱心，就帶一個海牙茶就去尋條嘅路屋，個路屋係黃青青嘅，乜嘅看唔出來，跟住行來行去就看到一隻十分像佢自家以前係個屋嘅，一隻我一看，真係做一件屋嘅，因為講係真嘅咧，有隻鳳毛奶壁當過有寫詩，佢就講一隻故事，佢就講啦，佢夾未出世時節高神嘅難產，咁夾落台時節就高神嘅，夾爸爸吼非常的難過，就規家人就都有個壁帶下，就一個壁好鳳毛奶還蠻糟，就寫夾屋開姓名寫上去，就老大家講，我記得一個時節，我媽媽為大家過生咧，大家記得一個時節，我聽到一個故事吼，木做一點跌下來，我感覺一個好嘅故事吼，係小說嘅一隻精神。還有咩係一隻較傳奇的，因為本身吼我自己咩寫傳奇啊，那個莫里薩卡有當道嘅傳奇，非咋講台灣沒有安尼當道嘅傳奇啊。
对，我哋撒开读书诶，读书诶做伐木。伐木，记得以前讲哦，头摆就讲，一个书诶吼，动态条，因为讲动态条，13年南电，咱做得南电，天数南起来，天数南起来。记得讲读书诶时节吼，要读一只蟹口，书诶咱放到啲片，读一个蟹口吼，要读2-3年，睇个读诶时节吼。落雨咧，落雨唔只要空到奶，就空到啲蟹口的。13年空的。差唔多啦。哎呀，个传奇就讲一件事情咯。那真嘅了解，传奇吼，一般老一辈讲嘅啦，人都讲一个台湾嘅书嘅吼，动态条。人哋咩行咩佢嘅咩去播太用书吼，动态条，就是上海啊。用书就按抬头，那个散档的书诶吼，喊卡抬头，要台湾的资产啦。那是吼，其实对按你来讲，你其实係一個多神論嘅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你其實你面對安樣嘅三方嘅態書誒，就像你面對像白宮，白宮是有時嘅殺外面哦，而家殺外你擺殺外做媽媽，殺外就做一隻像。神明的一個象徵，其實係最傳奇嘅一部分咯。當到安尼落大故事全部都透過安樣嘅本人用口傳嘅方式神話、故事化，聽到咧睇個如何啲安樣。其實佢我就聽到就想到講，像安樣嘅老三方嘅伐木，一擺小說嘅寫伐木，有關係像安樣嘅故事吧。對你來講，你要寫當底下差唔多寫30兩萬字、40兩萬字，按長嘅一個故事裡邊，按到細點嘅個傳奇嘅故事，你係用乜嘅方式來轉化到變到人小說裡邊？我寫一本小說吼，做田野調查做嘅較足啦。我因為有一隻事件做得感通切㗎，有。變到自家腦海裡面有較刺激到自己，也做係一個好嘅故事。好嘅故事吼，連做夢做不到，就連做夢都會想到這件事情。按你想起來吼，你就會有一種通力，一種佢寫個較立體、較完整。其實我知道吼，因為我想甘陽明係我熟悉裡邊台灣當代小說裡面。當中嘅一個小說家，佢嘅小說嘅故事真係當精彩。希望大家有機會時嘅早啲看一下姚明呢本長篇小說《棒茶女孩》。我看到佢當盤，唔過冇成，唔做點輕輕地去讀佢，唔做第一故事當精彩，因為精彩唔做拖到當腳。所以我希望下一節你這個下一步這個嚟談下到老年文學小說創作有關嘅台灣厲害嘅情況。你就等下一節聽下來。印大印糖，然後你就覺得那個當獼猴的世界，送報紙的送牛奶，然後去學校咧，因為寫個詞彙做乜用一個模範寫實，因為台灣的文化裡邊有一種很多魔幻嘅成分。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當歡喜做得請到我嘅好朋友，係台灣當創嘅小說家甘陽明來到呢節目。我老陽明碩士是個2年嘅當機會，我還記得我來後生嘅時間，同葉菊蘭女士做客家委員會主委嘅時期，因為我兩個好朋友報道文學家張典環嘅介紹，我兩個作品有機會同客家電視台改編成文學戲劇。那件事情，我兩個同幸運全部得到金鐘獎。我想你下請大家來看這是個姚明的小說《神秘列車》改編成的同名電視劇《神秘列車》的 VCR。我係講，你做乜解我愛喜歡火車啊？
你要去错个，迄瓶神秘的茶哦。迄瓶复茶是代表东方无缘复茶。不过你目个位数，只有你相信来，其实做带到来哦。真劲啊！哎呀，阿公看到神秘的茶转来，娘婆我转来。来通告无？经过不准再搁讲娘婆的事情。因为娘婆是废铁。啊？阿婆是废铁？已经见过安多年，娘公一出，我还冇记得拿破啊。马该，阿公唔见体咧。神秘的茶。可能根本就无存在，过去展望一直寄托，但像伫记的上冲突天天。其实他很重要的文学小说家，他嘅作品啊，有当到机会做到改编。改编的形式当到，其实有一种形式就是安尼熟悉的像电视剧。老外两啥，其实安尼的作品全部有改编成电视剧的一个经验。对安样的改编来讲，下面一个有乜嘅想法？在一个有文化国家吼，国家做的事情做到一个文学。改成一个影响，譬如讲文学加较大，也写作的门槛较大，一档一来写。但是一个好的文学吼，其台北为国家的那个背景、那个文化，它展现出来的深度是不太一样的。古上来讲有两种文学做的改编成影像，一种是豪迈，一种是。好的文学就是我们讲的畅销文学跟经典文学。那个好的啦文学啦，好卖文学是一种过滤器，过滤器，哎，安尼作品做对的，就可以把它转换成影像。所以我觉得在对国外来讲，哈，有国家像在日本，今明年哈要 NHK 会做一张叫做大河小说的改编，给它影响动态。太港人对太港人来看，太港人就讨论，沙菲影响就较大。因为也在台湾要做安尼事情。其实我记得像以前老大是给李乔老师有寒夜三部曲，做客家电视台有改编都算係大河小说的电视剧。廿幾年嚟，我是都即刻感覺，可能我冇看到，感覺其實較少安樣嘅大河小說嚟。安尼以為，像一個客家電視台吼。1-2年了，作为这个踢下好，我觉得精致的还不少。像那新店法块，新店法块，就彩虹做案，因为吼拍起来吼，有质感，品质一好。像那共享天使吼，最近咧拍的也是从那个文学家白先勇的作品《一把枪》，感觉拍起来咩一好。佮曾经咧台湾，从早期到一下嘅。文化改编吼，一个文学的演出吼，它的味道吼特别的细致，特别的细腻，特别的深入，它展现出来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样向，一睇懂重要。对，安尼。因为我是用家本两种方式来谈，我是同好。一隻方式叫買到同好，買到好意思是講當多人看到安樣嘅書，佢天天會期待想要看到安樣嘅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也第把小說嘅人物做得落實成現實嘅人，佢會上到樣，然後佢嘅美術嘅樣做，啊，所以咧做係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重要一塊。然後一啲就係講，唔係講當大眾嘅閱讀品，佢係當經典嘅，嗰種經典文學類型嘅改編。啊，所以呢個改編其實又有難度，原則上像《幫茶女孩》嚟講，
所以其实迄算一种安样，都在用历史去贯穿台湾伐木界安样的一个故事，去拍安样的片。不过少年改编其实没有其他形式，比如说阿妹提讲，其实没有做过小剧场，所以说电视剧老小剧场那种不同形式的改编，这个又有哪个不同的看法？那个小剧场吼，我大学的时候有做啦，对我自己来讲吼，要行出一个书房的一台布，这个下作吼，这样拿一种字一张。一支笔，天乱的打打，敲一敲，对不对？东西就会走出来。那个到小剧场老年了，就写的沟通，懂得问题呢。我觉得那个歌场当中哈，有懂得的冲突，没有懂得神奇的地方，那老年沟通哈，因为你就讲，也下个以后啦，家就讲的可都欠气啊，以后啦，但是哦。做到了改变一下嘛，改变一些东西哦。那这个就有几个想法啦。但是所以在小剧场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拉拔的冲突，就是说你认为好的东西哈拿出来，本太个看那些时间，合作的对象哈，落较多年的时间哈，就有一种磨合。那个磨合哈，也是对你来讲也是一种煎熬或者改变起个时间来的。他因为好，因为唔好。那因为好，因为唔好，我怎么这样调节？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生的态度跟哲学，那是相处的时间。但是一个小剧场哈，那做事情一抖，打扫，你知道进去就要打扫，冰收，收梯奶，米梯奶，那作为迄音乐的机器哈，懂欧巴，懂蓝，你要怎么选出一个你自己的方式去调节那个音乐？然后你有时间，你起来还要还去表演，书场刚才就会正理，那个对我来讲哈，是一种美好的记忆跟想象。下一个剧本哈，因为这时间我喺上考一个研究所啦，古时候我花了长多的时间，都要去写一个剧本。那记得有一很多填空的时间。天公时节下到天公，天公4、5点都天公的日头就会出来了。你就躺在地方的上面吼，浅浅的就响起来的，就印大印堂，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当美好的世界，送报纸的送牛奶，然后去学校咧，你感觉也个当幸福的时刻，幸福的时刻。那时候啦，其实真嘅当有奇妙啊。因为讲安尼下是描述一只主角哦，佢用嘅行路，用嘅食饭，用嘅老年沟通，用老年讲法，但都唔用到小剧场嘅时间，用一只后生年来诠释呢剧本里边嘅一只角色嘅时间。我是说，你做一只剧作家吼，对，去看安用这个作品本当到演员去来表演出来。所以它的过程吼，印度的想讲，那个过程对于一个纯粹写诗的人来讲，很样诶，慢慢的浮现出来。因为你对写剧本的时间，可能就会想到啊，那只空间可能係乜嘅感覺，那只畫面乜嘅顏色，那只你講話嘅速度也慢。哦，就你想潮嘅好誒，如果同數大年也唔可以同數大年，有時候那從頭嘅也筆下慢慢的就出來。像咁樣嘅過程，即係有乜嘅特殊嘅經驗冇？寫一個劇本吼，當神奇啦，寫出來很多初稿，還要經過一個導演的詮釋，那個表演人吼，要表演的方式用無窮樣。古時候你自己寫個初稿吼，變成了舞台。走出來的東西吼，有一種陌生感，一種距離，有距離，也係愛寫嘅東西嘛。啲演員吼表現啊，同好嘅發行，就感覺也真係愛寫嘅，幾馬屁就走出來，有一種感通。佢可能吼表演嘅時間，也唔係愛寫，但是也就係愛寫，愛寫實派嘅。就在紀律感其實。好像那擺那個喪禮上的故事底部有一隻短片，
很多微笑老妞，其实 maybe 特别是客家飞吼，来改编成安尼客家话的这种文本，来做一张绘本啊、舞台剧，各种方式的改编。所以其实你要做一个新的文化的方向，做得慢慢的走出来。不过他全部做喺大家人写的导演写的故事，然后画插画来写那一个故事，大家做些无困难的故事来表现给大家的东西。我想问讲，喺唔出界话，唔会先用的一个故事，你写过的来就请靠近个人的本质。你想你的故事，我做得代表我爱这个来讲一下改变那样的地方。赤鬼、沙鬼，安尼是。一个小说头30万字啦，一个故事系安尼啦。1895年到1947年，一个差唔多50多年嘅台湾嘅历史嘅改变，真重要系日本人来咧，日本人对台湾嘅文化有重层嘅影响。人家看那个殖民时代，那个文化很流到台湾，也影响了台湾嘅想法，然后台湾改变成一个卡从农业又渐渐的变到一个现代化嘅社会。我的愿望是马上死掉，快快乐乐的当野鬼，当鬼好好，不用人管，每天在外头玩，也不用回家。帕是小学生，身高将近6尺，力量大，跑得快而没有影子扎，光是这2项就可称为超努级人。帕第一次发现自己力大无比的好处，那是在小2远足时。老师的筷子掉入河中，飘向木桥。有同学大喊：“帮忙捡哈西！”帕一听，急步过去，把那段哈西拿回来。吓得老师说：“你是用这个吃饭吗？”帕跪落去，耳朵贴上轨道，上头传来大铁兽的怒吼。杀人的大铁兽来到番界关牛窝了。他跳起来，大喊他要拦下大怪兽。大怪兽亮出蓝绿色车壳，兔子长了10颗轮胎，有4个猛倒的直立式气缸。帕把10根手指关节捏得又响又烫，然后张开手背，火车鸣笛来，帕也大吼回去，憋满了气力迎接。我当鬼就不用写作业，不用上学，不用吃饭洗澡，我的祖父再也不用打我骂我了。记得这个故事其实用的当到魔幻写实，那样的小说技术都会呈现那个小说。其实魔幻写实对这个时代来讲，安尼特别看见好莱坞的电影哦，佢当到因为那样的后置动画，那样的科技的发达，佢做得开始大量做当到以前写实主义冇办法拍出来的电影。其实我这个感觉吼，就是。杀鬼那个长篇小说啦，魔幻写实安样的方式，其实爱仰赖动画安样的方式来思考改变的路，你这个你有感觉？没错，因为写个词汇做嘛用一个魔幻写实，因为台湾的文化里边有一种很多魔幻的成分，像在宗教，像在传说，像样我这个迄个斯坦吼，就当到一个年出名，然后欢迎。熊大嘅传说，那因为也个喺台湾一种轻重要嘅文化，但是一个文化吼，写实的东西吼，我们如果照实来演吼，当然的地方用表现，没有用表现。故上我都想吼，我们把它用动画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表现出我们所没有办法从具体的影像里面去表现出一个更深刻的地方？那因为也个可能做得了吃宽类啦。我是好当初一点的嘛，就是其实像我当喜欢一个导演，很多佢拍嘅电影都全面启动，其实底部有当到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佢对时间那样观念的一种探究。其实吃鬼没困用，其实某一程度佢对台湾的历史来讲，佢就当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特别是日殖民时期那样。
汉人、原住民、日本人3种不同的民族都一只故事里边交融出来的东西。在搞到人嘅魔幻写实一样嘅手法，所以其实对于台湾的普遍来讲，其实係一隻動態嘅挑戰。我知道呢一隻世界係有動畫啊樣嗰種接落嚟，像宮崎駿一樣嘅，我知道就一定好。希望整件安尼做得下一段再個講下道德啊，留啲文學改編有關嘅接續嚟講下咁樣。搞聲音較神奇，咁木講焦點就表現嘅身上，外國係一隻制圖係安尼啦，一隻作家寫出文章，本一個經紀人，或者一個編輯看的時節佢會提供一個想法本，安尼寫起來可能較唔好。各位觀眾今日同歡喜做對人嘅好朋友簡陽明因大水鼓多啲下其實接下來你是當上談嘅事兩沙到1998年嘅時間第一擺看到簡陽明呢個名嘅，其實係讀東海大學畢業嘅讀東海大學一家獨立書店到東海書院第一擺看到一隻學校學生嘅辦嘅文學雜誌，很多距離，都當擺第一擺看到人名嘅。其實嗰時嘅就幾一隻嘢，我想講嗰時我就會想，當上碩士咧幾隻年啦，因為嗰時我剛開始寫小說，我說哇，我有人係差唔多年紀嘅人，其實唔止係講寫小說啲呢，其實很多辦文學雜誌。我嗰時嘅我印象當陳主講，有看到安樣嘅文學雜誌做嘅獨立書店地方，其實對我嚟講衝擊動態，所以嚟講就當有些咧小小嘅埋怨就講哎呀，我喺後生嘅時候又冇讀到安樣嘅人，做到人家講，樣嘅寫小說，樣嘅去面對文學。我話啲後面其實讀大學畢業以後，花當多時間做進行安樣嘅兒童創意作文安樣嘅教育互動當中，其實做到談一下，其實到呢一個領域裏邊到按到當細年嘅開始去思考故事究竟係乜嘅一回事嘅時間，唔單單一個安樣老師嘅身份，係樣去看待安樣嘅兒童創作。我搞喺搞聲音咧，其實係作文另一種形式叫做兒童創意作文。搞聲音較神奇，方式較發拍啦。聲音咧你就覺得很有精神。乜個問題叫做一問，他就打蛇上棍嘛。先生讓我按呢，也個讓我發聲，我上題。面對一個太學生就唔係按呢咧，叫做擺咕咕。頭腦唔會淡起啦，唔係在上嘛嘅。但學生嘅一講句話講乜嘅，咁木講焦點就表現嘅身上，尤其教一個小學生嘅要用故事嘅方式。即個沒有講故事，如果講得好啦，如果講嘅就歐巴就冇講好。那感覺人寫一個故事，一個故事係對人的一種很大很大的聽覺上的享受。所以小學生嘅親好聽一個故事，利用一個故事嚟佢哋討論一個人遇到困難，一個人嘅想象。人安樣嘅都一個故事當中安樣選擇，我覺得他可以談的東西有很多，利用一個故事來進行故事我咪鼓勵佢哋寫出7個故事。其實有一本短篇故事集，其實就係留一條學生嘅講嘅故事有關係，知冇？其實我想其實細年佢當天真，你來講一個故事嘅時間。你講兩篇，佢做個上幾篇，佢得出來本嚟一個想法，做改編對呢個故事原本嘅想法。其實樣嘅互動這個多少少沒有，因為前輩這個寫那一本書叫做《泡沫戰爭》，咩寫4年嘅一個故事，一群4年嚟去攻佔一個社區嘅故事。寫呢個故事時，佢就直接講呢個故事地方一小段嘅本來。
帮我来谈。嘿，其实我谈这个啊，无可能啦，那有可能给我按样食东西的。其实我人讲啊，按样无可能啊，那有可能两年会本从会打到还唔会死呢，无可能一定会死的咧啊。跟我再来讲，佢有鬼啊，佢那有鬼吧，按样做来做去喏。你说香港来一只当些年嚟讲按样嘅故事的时期，其实因为故事来讲，佢会想出当多的新的故事本来呢。所以其实多多少少有些咧想安尼搞些年有搞安尼一个情感出来啊。其实相当年吼，其实安尼搞一只后生年来写，因为你有咩地面，安尼俩写诗俩一只传统手工业哈，传统的手工业吧，慢慢的就越来越少年写诗的，那越少年用文字来表达一种叙事，所以对你来讲，你搞过安样的当些小学安样的创意作文的故事班。迄一集安樣嘅先年本帶到睇嘅，佢都各種嘅，睇學嘅，佢人講，一鳴老師，我想我寫一小說出嚟，講嘅讓我寫。啊講啊，排泄啦，樣樣講，前後冇行到一條路啦。因為一條路吼，寫故事，講述一個故事，然後似個神秘一隻小說家吼，一個路徑啊，行嘅路冇共用，對，一隻係教。教出一隻神奇而神秘一隻專業作家，啲挑戰太大嘅。你還算專業作家啊？唔講就算嘅。我知道你還算小說啊，我知道台灣啊，你一隻時代出身嘅，做得專心一下，你咪寫出一條路嘅一隻小說家來，我講真嘅咧吼。其實我自己感覺就講，按樣寫小說嘅一隻過程啊。當然用三言兩語就講清楚啊！就啊，你就按做就錯嘅啦。不過對於嚟講，係未有隻方法論，做得落較後生嘅上愛寫小說嚟後生年嚟建議下。我因為有幾隻方法，做得提供嚟參考啦。你講假使好嘢嘅寫作吼，你做得成立 FB 啦，印寫。變到名路當講，睇個按讚吼，傾啊幫貼，安尼親吼，就台北方面嘅文章有一隻魅力，吸引大家。第二吼，你就要突破那個文學獎，你去攻克那個文學獎，就台北你去個寫出來作品吼，得到一隻很多評審的肯定，專業的肯定，你做得的有一隻。神體吼，有蓋章，像是紫竹以前吼，一直蓋章，你的章吼收集的越多，你就認證就蠻多的。那當然，我覺得還有第三個，你得到的編輯的肯定，編輯吧，出版社編輯肯定，按你做的做的行業，也都吼，一個考驗。特質吼，做本有種，冇辦法突破，算你啦。所以呢3點其實代表當重要嘅。第一點講到 FB，其實 FB 我自己感覺其實你下就係一隻新時代地位，後生年去推動是一隻平台，因為可能唔會當到你，當你去買書看，當你走圖書館去借書，你嗰個年代可能真開始有天天哦。那個 FB 啊、Line 啊，全部都冇按樣嘅數位平台，所以你就較習慣去看書、買書、借書，紙本嘅時代。所以像臉書確實係一隻方式，下東西變到臉書當擺。那一隻唔講啊，其實就會得到一隻文學獎。對我嚟講，其實文學獎就像比喻吃菜石頭，就像接用嘅，就會大一點。我知道確實就係咁樣，因為文學獎對於你後生嘅寫作者來講，我知道就會一隻磨筆的環境。唔係講一定要得到獎，我透過參加咁樣嘅文學獎，你做得第講，專業嘅列到老師讓嚟看列篇作品，喺你進入到討論嘅時間，就第講原來拍啥你咁樣看我嘅小說。意思比講差唔多，你就做得想一下，然後堅持自己寫嘅風格，也係講我應該去修正我自己原來寫嘅方式，叫天一條路。我第三條我自己感覺行得好，因為
那只时代吼，出版社真正挺重要的，因为我一直都想起一件事情，就讲术业有专攻啊，隔行如隔山。你下书下全部下出来，等到去面对讲市场的时候，你永远做唔得讲马啥对同你的书，永远做唔得。那出版社一个编辑，那是个做我是当重要，因为其他的体现就会面对到嘛面对到市场，面对到读者，面对到列下时代的潮流，我说列只角色，我说知道我当兴趣的一点就讲。其实咱日本有当多的作家，全部有作家经济。那作家经济然后出版社的编辑来量产的位置点，对未来我是都文学小说家的这种重要性，我是都当重要。不过台湾当少作家经济，你看有哪看作家经济安样的？作家经纪人做国外青岛啦，青岛。其他就讲一位作家自家写出来的文章就经由作家经纪人可以推广出去。因为出版社看人家个作家后生又冇经纪人，看都冇一款落贴的，就当打退票，因为有经纪人会比较好谈。那外国还有一张制图係安尼啦，一张作家写出文章，本一个经纪人。非在一个编辑看的时间佢会提供一个想法本，按你写起来可能较唔好，要改变会较好，但是一个文化到台湾就冇啊。你想想看，60歲一只編輯，拿個文章，我講到先生，係死啦，一個寫地方唔好。做個做演繹來，所以講像美國有一個當重要的短篇的小說家，叫瑞蒙·卡佛。您講佢係名為以後美國輕重要的短篇小說家咁樣。佢當然也當有爭議啦。您講佢個小說當好，佢全部用減法來寫小說，印刪減不需要的形容詞刪減不必要的情節，刪到前後波嘅時期，出現一隻極簡兩個文學派別，就瑞蒙卡佛兩個人。其實馬莎拉係改，就交給編輯來改，交給唔係問佢講，老師做得改冇咧，佢就出隻來改嘅。所以咧，擺咧只一本新嘅書出來，其實係佢個人來交給遺孀希望將原來嘅幾隻版本做得照顧重新出版。所以其實咧做一隻當有趣的過程，按照一隻文學家，其他東西本編輯咁樣出隻改嘅。所以咧過程其實當然你有可能會嗰陣你會冇辦法接受。不過國外其實作家經濟韓國出版社別輯，對作家來講其實佢嘅影響力十分大嘅。錯。那個國外有一種文化尺度啦，到台灣做冇，古時候到來做一件事情咧作家做想有冇按咧，我做按落嘅，我做寫按後按後啥，用做得來按嚟讓我指頭呢，真係的文化冇共用對，這個你還有教嗎？我也還有一禮拜2安補。我這個認為是糊口啦，所以做周四咪穿錢啦。但是一個周四一個穿錢就唔係做出一隻水準出來啦。你看一下，遇到嘅新嘅困難係乜嘢？可以當嚟談一下。好。而家想想一則新聞冇人去讀，輕重要新聞冇人去讀，沒有點閱率，佢唔係新聞。一則事情經過大家轉來轉去。轉來轉去，認為很重要，轉本行因為當重要，要轉本觀眾，大家讀嘅是事情，唔係睇事情。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真係談到咁多東西老我好朋友跟耀明一齊聊天講到一下。談面按到其實前後輩我想來好好老耀明談面一件事情。我知道按兩個問題老一下，先是
是对阅读习惯的改变有关。因为我知道你哈，好像你铁点，你很记得读30万字的一只太转条，我知道几天我人哦，我做拍片係啦。不管寫到一精彩嘅30萬字，第一隻長度嘅問題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講內容嘅故事嘅嗰種形式係樣嘅，因為我說以前你寫小說嘅時間，我關切可能我留呢隻社會某一種基礎脈絡有一些關係。不過你喺網絡化時代來嘅時間，我說喺後生嘅嗰度，後生年代度。其實他的接觸社會，某一天唔係像你以前行到像做記者一樣，行到嘅老人家、老年總理啊，問老人家誒，今日過得好冇？衫褲有拉冇？今日下晝什麼嘅？按不頭可以來行行冇？唔係咁樣嘅方式，其實係透過一個數位平台方式去溝通，PPT 啊、臉書啊、Line 啊咁樣嘅方式溝通。其實聽你點講？嗰種溝通嘅平台咩無碼圈樣嘅，其實我前不過讀嘅亞馬遜看到一隻數據，講啲電子書啊，你講嘅電子書咩？可能佢對電子書大數據做分析出來之後，佢對一般電子書嘅閱讀嘅長度，平均來講差唔多7萬字、8萬字、9萬字，對佢來講可能係輕厚一個程度。佢想連登2本太少，你要慢點，你要處理下兩個問題。一個主講每菜嘅變化的，時代變化的，然後太部分嘅人吼，較習慣咧做教育嘅3C啦，教育嘅3C。以前像以前咪50年前、60年前，那李朝欣賞嘅行業嘛，突嘅天師可能吼。它就變化沒這麼多，電影也沒這麼多，就做在偷看影子。你想想看，100年前去讀那個《紅樓夢》哈，大家就可能大家拿到書是《紅樓夢》，冇乜個天使嘛，冇乜個天樣。但是要個改編呢，你看數據變好拖一底部，你沒3秒去把它打開來哈，啪，讀唔掉。對，你只要聽到那個提示音。就像吸毒一樣，你整個人就突然會整個人振奮，就要去拿。你想想看，那個通俗，有一隻更吸引你的東西去的時候，你勢必會被中斷。所以我們現在就做閱讀時代的改變的3C 時代的來臨的，整個紙本的閱讀它的能力已經下降了。我們就也透過能力也得也公帶，這個是時代的趨勢。沒有這樣感覺。其實你多年前你有啥韓國幾個朋友大家咪做過嘅手機文學，還記得嗎？你強下寫嘅手機文學，就70則使用嘅。我記得一種70還是一隻文章，對，就掌上文學嗰種概念。對，叫做70個字本發揮，70則是你留一隻故事寫到本人看得下。其實我想，其實剛談到像一樣嘅，後生年嘅3秒鐘、5秒鐘嘅數據做拿出來。差不多按照70個字閱讀嘅時間，差不多就30秒吧。差不多30秒就看睇按照70個字。OK 呢隻故事當好笑，也係當悲傷，你講當不負面那樣。就某一天，如果你就會短短嘅，其實你有想過按樣嘅創作形式嗎？冇呢，你還冇啊？冇誒，那因為網絡做訊息化，還是一個訊息為主啦。你要想想一則新聞冇人去讀，輕鬆嘅新聞冇人去讀，沒有點閱率，佢唔係新聞。一則事情經過大家轉來轉去，你認為很重要，轉本係因為當重要，要轉本觀眾。大家讀嘅是事情，唔係太事情，大家來閱讀的時候，它就變成一個大的新聞。所以像那個，我覺得3C 產品是作為一個訊息散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點播率很重要。但是文學較無強用。其實這文字我感覺在高神期，高神期，文學還是有它自己的一個重點，有它的一個內在的東西。其實朗詩比較難表達出來。對你來講，按樣嘅小說嘅人生係咪有一隻
模糊的轮廓，了解就底小说对年龄什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用版你这件事情，啊，就正过来讲好了，我讲34岁，男定啊，讲一句话，68。你就比较68的形象，那感觉啦，这个因为审美一位小说家，那这个女才，那这个世界变拢无共用的。身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吼，我感觉啊，这个嘅眼光感觉就较打开来的，就是好的小说，好的小说，一个世界谜。好的小说是一个世界的谜，这是讲夏马奎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讲。我觉得感觉亲后，要给发吼去解释一个小说是一个很好的印记。世界有懂得问题，这个冇办法解决，但是老一个谜面带本大家来想想看，本大家来看看呢，本大家来明明看呢。感觉小说家可能係做一個橋梁，做一個橋梁的人。因為身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吼，我的世界變得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嘿，其實我今日最近當番戲有按長嘅時間做老好朋友間入面，因講即個咩當喜歡嘅文學小說呢樣東西。其實我想不管係馬開始台，所以有一件事情同重要，故事我是同重要，文字本身的美麗，咩事都可以當重要。所以呢兩件事情，用文字來表達、表述一個故事的當代的價值，所以可能作為小說家，輕重要的一個使命感。各位觀眾當番戲今邊做得老要命好朋友，16年的那隻老朋友談很多老文學有關的事情。咩希望大家今邊用2、3個叫做談話內容入邊做得提供台灣的叫做文學小說咁樣嘅環境，究竟你下面對到很多乜嘅事情？謝謝大家。你安子謝，當今晚的大眾。我記得你間入面一出做老山有關聯，當然還有禮拜佢寫嘅長篇小說《當茶女孩》，呢本係就幾條山峰，全部都係山林嘅感覺。山峰嘅樹頭一支七，像佢動抽嘅身體，有時嘅我嘅感覺，佢一像喺山度空嘅精靈，變成人，走到我哋城市裏邊來。偷偷去看你大家對做乜嘅，等到佢轉衣服卡嘅時間，每關佢要變轉山峰嘅經歷，寫定山度峰嘅故事。你嚟你過去，佢就一行一行寫出來，像人又像精靈，都加喺小說裏邊行定嘅設計嘅山路。